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渴了。赶紧过来吃饭吧，饭都做好了。你干什么？你要干嘛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渴了。顾南城，你要是敢乱来的话，我会翻脸的。我再警告你一遍啊！你要是敢乱来的话，我真的会翻脸的。走开！赶紧去穿衣服，过来吃早饭。周建清，你脑子是进水了吗？啊！英奇是我们最重要的合作伙伴，你跟谁吵架不好？你跟何总吵架。老板啊，我没有跟何总吵架，我是跟他讲道理。你闭嘴！眼看着就要成的项目，你几句话就黄了。来，你给我个解释。要不我再去跟他说说？你就是脑子里边装石头！你马上给我走人！我跟你说不下话。从今天开始，手头上的工作全部交给张乙。招我来的时候说我是可造之材，可劲儿压我薪水，现在觉得我惹麻烦了就要把我赶走，感情好赖都是你一个人说了算。哼，抱歉，我还真不打算继续在您这儿葬送前程。哼，哎，张乙，你来的正好，从今天开始，由你接替周建清的位置。不好意思啊，老板，我只跟着周建清干。你想清楚，职场可不是意气用事的地方，机会可不是每次都有的。老板，你可能没搞清楚，您今天选择放弃周建清，脑袋里装石头的人可能是你。